无咱来关心美国甲英国的海军七十一时伫红海针对也门反恐军青年运动的21架无人机甲飞弹拢甲拍落来。美国表示，这个非法的攻击行为是愈来愈好打。英国嘛暗示讲，为着要保护这条国际水路，一定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也门反政府组织胡塞武装去救济青年运动，在7号暗时，向经过红海水域的国际商船发动即马上大规模一摆攻击行动了后，美国、英国第7站联手拍落胡塞武装向红海南部发射21架无人机甲飞弹。英国表示，胡塞武装行为已经受过超过，无允准阁继续美方回报无伤亡损害，国防部说明这是自11月19以来胡塞第168摆攻击。These attacks are unlawful, they're reckless, and they are escalatory. We call on Tehran, but also directly on the Houthis. This absolutely must stop. There will be consequences if it doesn't. 有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表示，向一只以色列提供支持的美国军舰发射大量弹道飞弹、海军飞弹甲无人机，无透露是什么时阵展开的行动，也无说明美国军舰损害程度。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استهدفت سفينة أمريكية كانت تقدم الدعم للكيان الصهيوني. 目前无清楚胡塞武装攻击美南是毋是甲因美联军行动关系，控制也门大部分地区的胡塞武装锁定运输量占全球15%的红海航道，攻击国际商船，来展现对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支持，经营严重扰乱欧亚之间国际商务活动，真济船运公司被迫改变航线，或者是势力行。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